我较卖地米去恁兜，吼。地拢放现金，喂，唔是款的啦，地米罐啊内底放现金，这是黑话，算黑行为。黑行为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嘿！欢迎来到台语小教室 ，Let's go！ 今仔要讲哪一条歌？进宝玄坛宫。嘿，没有错。进宝玄坛宫呢，这是一首我们写给那个玄坛元帅五财神的歌。是的。我们先上课哈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歌词，最后再来跟大家解释这首歌的由来。我们先找一下教材。不可能不先准备吧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想先了解一下。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，找到了。找到了。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。不爱啊，我不爱啊，我不听歌啊。这等一下，我们在歌词里面慢慢解释。因为这整首歌就是在讲他的从头到尾。我们现在讲的就不用听歌了啊，对不？对啊。你先听，等一下跟你讲它里面的很多小故事。是的。厉害的。来哦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感觉这前奏真正有想到气味，真的，气味真赞，整个进去。阵风的过去，踮在本港四季成熟时，踮在陈技师的厝内，拖梦着发现土地带着花蕊，一开始无名无利，好情来生命路开，乌王想看无，其实只是简单同西将人我。有问题。不止你有问题，我的问题也有很多。今天在回答你所有问题之前，我跟阿昌在这边先跟大家回家系列。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们的第一首神明歌。对。那其实，在歌词的部分，我们还没有真的很进入闽南语教材的这个区块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在很多歌词上面打的都是不正确的。对。那我们也没有全部都挑出来讲，我们就挑几个重点出来讲。对，那大家想了解的话，影片下面我们有一段认真改过的歌词在那边。是的，但是里面还有很多词是我们真的找不到的。对，就是找不到相对的那个闽南语的用词。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我希望大家再去帮我找一下，帮我们找一下那些词。对，咱们一起成长。上次讲到神明歌有很多创作的方式。对。像妈祖那一种，我们就是跟妈祖告白，喜欢他，然后谢谢他帮助我们，保佑我们长大。那《进宝玄坛宫》这首歌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在歌颂他的威武，形容他的帅。我们用一词一句，把他的形象描述出来。我讲到今仔的主角是啥叫做定宝玄坛宫？玄坛宫是啥？我知影，足侪人已经知，可是爱讲给遐唔捌的人听。对，玄坛宫到底是什么神呢？玄坛宫就是玄坛元帅，大家知道的武财神，就是咱的中路武财神、赵武财神。对，然后在另外一个派系，玄天上帝派系里面呢，这个赵万岁也担任玄天上帝的驾前部将，空赵万岁的其中的赵万岁。赵万岁。对。他其实有很多个派系。那为什么神明同一个神明有那么多名字？除了历代皇帝的册封之外，还有他们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一个名字。拢无共的对吧？就是甲新腔共款，有一寡先天上帝新腔啊，有的留喙鬚的啊，有的就是披头散发。对，有的是无喙鬚少年的哦。对，无共的。就是因为他们的阶段性不一样，所以大家给他的形象也不一样。陈居士是属于你本人吗？陈居士就是这个故事要对倒伊讲起，这是一个问的记头。其实这个故事的开端我们就简单的稍微叙述带过，以后我们有去讲到宫庙的故事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认真的解析。其实简单来讲呢，这个武德宫的前身大家不知道这一尊神是什么，它有一个香火袋，是在这个陈居士他们家的中药店的地底下。因家是中药房。对，他家是中药房。然后这个香火袋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他们家的地下。
很久了。对，台语涂骹。对，结果呢，在这个莫名的，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呢看到会有这种很威武高大的黑黑的影像，对，跑出来，就大张的。对，他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呱呱，其实不是。那是五财神。捡到那个红色的香灰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不知道嘛，所以他们才会把它取作内神，你懂吗？就是八杠来行。对，给他一个名称，那是到后来他才有这个文星跟大家来说他就是玄坛真君五财神。对，由他自己自我介绍，大家才知道他是谁啊。对，在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叫内神。我以为你这个是你被托梦，所以才写出这首歌。Oh no， 不是被托梦。对，反正这首歌那个缘分，我们后面再来讲哦。是的，来。天地正贵，光线四射金亮如意，明路指点有财神。这个光线四射，其实应该无人安尼讲对不对？应该是讲四线。对，四线安尼较对。对，但是我刚刚有讲哦，这首歌我们都是在形容我们对他的 feel。我们看到他就觉得他光线四射，你懂吗？就是他的豪光，豪光乍现。对，就是我们就觉得哇，神来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光芒挡不住。对，光芒挡不住，就是那道光。就是那个光，就是那个光，一起唱。讲真个，假是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应该袂用四射，用四线这个词，应该会较好念，比较符合台语的这个文词造诣啦。每一首都跟大家这样解析，跟大家一起来聊。其实我们真的也成长了很多啦。看一下以前的作品啊，以前怎么会写这个样子？对。但是其实我们也越来越进入状况。对，也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一块做得很好。是的，来继续。天地正开不得真经传授民间有道是。我看到一字足插目的。好，你讲。这只哇，足插目的，跟你讲，这字传伫放荡不羁啊，放荡不羁这条歌内底，竟然念作传，念成传。对，我念成传。对，团念成传。其实要念作传，传说，传落去，传承，对，这是我目前对发片以来我心里的痛。对，因为它毕竟是一首成绩还不错的歌，但是里面竟然有一个 bug， 对，一个超级大 bug， 对，感觉就很差。这里念作传承，不是传哦，不是传物件的传哦，是团。只手着光明，听着乌虎将军下翻多众生。这都超好收听的。一开始无名无利，好情来神面路开，乌红想看无。这边也有很多要讲，面乌开乌，开乌这个字伫台语内底并无，红手看步这嘛是无的。对，这是讲是我直翻出来。魁梧跟昂首阔步，它是中文语法里面有的字。对，其实粉丝不要学哦，莫学，这是不好的示范哦。其实应该有别的形容词啊，因为我即摆想起来应该有别的形容词，可是我毋知要去安怎去解说这个词，希望大家做伙来找这个字。会知安怎讲？对。我们尽量找不到的，麻烦你们帮我们找。乌虎将军下翻多众生，留下的传奇阮传承，还要写完的传奇阮完成。来神等待是你照呼机，历史一幕一幕现成，几何时通好信息来成，主动好停，虔诚也真行，我是。我抓到一个猴形，它的正字是狐神。对，狐神很酷吧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它就是猴形。你打电话去问教育部啊，猴形，苍蝇。我看到那个向光明那边是不是又有发生同字不同念法的状况？对，那个天行惊真行惊行，对，它就是同字。不同音，白话字甲文读音的无共，没有错，小编越来越跳，
对台语越来越内行哦。有啦，这几工仔讲电话，讲台语伊听有啦。我听有。那我们继续哦。天地正开舞，为我的真经传出人间引导诗。路路只想着光明，听着乌虎将军下凡度众生。其实呢，整首歌啊，你给它听起来啊，我们最后不是要讲这首歌的由来吗？其实在副歌的时候，阿昌就已经跟大家讲了。天地正气武巍巍。武德真经传唱，人间永流逝。没错，这个武德真经呢，就是整首歌的起源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阿昌就是去翻了武德真经，才完成这些歌词。你最喜欢算阮第一条的新民歌。对。那为什么会写呢？其实当初因为我们也没有创作过神明歌，那这首歌呢是帮这个有功。民间的有功所创作的，对，那当时是由这个曹玄会会长来委托我们来做，那因为我们也没做过嘛，第一届，对，那没想到其实做完之后反而成绩不错，在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个抱歉，其实有很多人私底下都来找我们，我帮他们的宫庙做神明歌，但是被我们婉拒，我们后来发现。如果各位都是拜妈祖的话，那我要帮妈祖写10几20首妈祖歌。对，所以变成说我们呢，变相的我们就是写一首歌送给妈祖，写一首歌送给广德尊王。对，那就放在 YouTube 上面，你们想使用就免费拿去使用。对，那卖讲各位讲得急。这是信仰的部分，咱莫去讲到钱。而且要补充的，就是讲这条歌内底啊，我的台语字是用无正确的，发音嘛是无正确。你看像我副歌的最后一句，下凡度众生，应该是度众生，度众生。因为台语来讲，伊是一个声调的语言，你无像英语安尼，英语伊是无声调的。它是注重发音，英文它是没有声调的语言。你比如讲 Good morning，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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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， 大家拢听有啊。你 Oh no 讲得很声调很。Oh no，Oh no，Oh no， 对嘛？拢规矩拢听有啦。对。可是台语不是哦，音唔对吼，规组拢屁。意思就唔对啊。对，因为讲真个声调真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莫唱这条歌。作品是好的啦，可是内底歌词的部分啊。对，莫学啦。这个也是吼，草屯囡仔到现在还没得奖的原因啦。喂，哇，这嘛是一个借鉴啦。我真的要欧露一下你们你们现在这样子，然后再回去看自己东西，然后把错误纠正出来，而且不只是歌曲上面，你们在影片上面也是。现在播出每一支影片，你们都会去看粉丝留言，在下一支的时候做改进。因为我顶下有看到一个粉丝伫下骹留言，今仔无教啥物台语，这段我有听你的，这是实质性的建议。对，所以我们这几集慢慢的调整。你看第1集哦，连一个封面、连一个片头都没有我们第2集、第3集有慢慢的进步了，所以大家也给我们一点时间问导导来做调整，因为毕竟嘛是讲第一次跟大家有这一种的互动，应该做 YouTube 袂晓啦。对啦，今仔嘛是较算讲这条歌由来甲伊的故事。对，故事比较多啦。台语的部分大家就加减学。因为台语的部分我们自己错了很多，对，我们没有那个脸拿出来跟大家讨论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希望没有改到的，下面大家帮我们改一下。不是我们没有改到，是我们真的尽力找揣摩。当嘛是你伫下骹留言，当有一天，阮这条歌是数位发行的时候，说不定你的词就会伫内底啊。对，就会把你找到的这个词放进这个我们数位发行的这个歌词里面。相当的感谢你们，好不好？先在这边感谢你们。林刚啊，真正也是用到你的词的话，我较卖茶米去恁兜。内底拢放现金，喂，唔是款的啊，这会使讲，会使啊，还收险啊。茶米罐啊，内底放现金，这嘛是会使哦。我一届哦，茶米罐啊，内底放现金。讲这个要确定为什么？就是尴尬了吧？怎么解释？OC 啦，一个贿赂，因为贿赂要用很多不同管道嘛。对，今仔个学到一个 OC。黑化，这是黑化。算黑行为。黑行为。对。茶米罐啊，内底放现金，这算黑化。白话的话就是 OC 贿赂的意思。今仔好啦，我们还是在那边乱讲一通。很大功这个进宝其实这个进宝是
那个有功的名字。对。那这个有功的名字呢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正确念法，但如果以我的理解来说，应该是敬斗，敬斗很大功。是的。对对对，玄坛真君很大功。细说，细说。好神，好神。本港，本港。机身，机身。现弹万岁，现弹万岁。开工，开工。香火，香火。武财神，武财神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台语小教室，希望你有进步，耶！我们一起努力，好，下一集见。